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咱们来做礼拜。啊，伫礼拜进前，咱先要甲今日要唱的2首诗歌，先来做一个练习，甲一个解说吼。今日要唱的圣诗，咱先来唱这首新圣诗22，主上帝正手。好，咱先来唱一解。 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眷恋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 吼，继续弹吼，这首歌吼，咱较少唱，这是一首加勒比海的圣诗吼，伊是伫1973年伫加勒比海基督教大会成立的时阵的会歌吼，好，这是加勒比海等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化吼的旋律的歌吼，啊作词甲作曲分别是以圣文森啊甲 牙买加哈，都是非常伫迄个因迄个所在做出名的音乐家，哈啊，这咱较无熟悉哈，这首歌嘛较少唱，咱搁来唱一解第1节就好哈。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眷恋的话。 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地上种子正手拢有记载。好，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后来第2首，咱们来唱570首。主上帝，我经过石盘。 来，主上帝，我经过石盘，帮赞我，过经过大保护所在，扶持我。 世情危险若准风雨，主必伸手打是辅助，念日时会安稳照顾，严保护。这首歌的3拍子的歌吼，这是较旧的圣诗，啊，不过咱嘛较少咧唱吼。这是18几年的吼。 哦，对，19世纪1889年哈，伊的作词是伫美国一个最有名的女的诗人哈，叫做Fanny Crosby 哈。伊这个福林人，伊在生的时阵吼，伊做过差不多800首吼，哦，不是800，8000首的圣诗吼，来坚固基督徒的信仰吼。 啊，拢是一款做鼓励的圣诗吼。啊，毋过伊本人伊的性命毋是遐尼顺遂吼，做坎坷的吼。伊自细汉伊就失明吼，青眉。啊，爸爸伫1岁时阵就过身，第1岁时阵就过身啊吼，所以从小没有父亲跟他旁边。啊，伊后来结婚了后，生一个查某囡仔，嘛是做细汉就夭折吼。 虽然伊的生活毋是介顺遂，啊，毋过伊会当写遮尔坚固人，啊，对上帝介有信心的圣诗，吼，真做一人的帮赞吼。圣诗新圣诗570首，主上帝我经过石盘，咱个来唱第1节，佮一解就好。主上帝我经过石盘。帮赞我，
各最关大保护所在，夫妻我世上危险哪准风雨，主必先像大是保护，踮你是黑安稳照顾，严保护。好，咱即时来礼拜。宣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伊互我倒伫青水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这是咱要做伙来唱圣诗，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浪
即是咱三甲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知你是阮性命的大牧者，阮也要恳求你，伫阮平常时的生活扶持我，互阮伫疫情的时阵，阮通倚靠你，因为知你对阮的疼，你也是听人祈祷的上帝。的确要引带阮，要引带台湾来经过这段时间。主，阮要将阮对阮国家同胞因的性命，甲因的厝内人阮要恳求，阮要为因来祈祷，求你真正怜悯甲疼惜，特别是阮侪侪商家，还佫有侪侪人因的生活甲经济拢有受到影响。求主你帮助阮，会当互阮台湾用智慧，互政府甲百姓有气力，知影要安怎来处理甲关心遮的代志，甲遮的人。阮也要恳求你继续保守阮每一摆伫线上的礼拜，会当互阮透过荧幕甲兄弟姊妹做伙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通得到你的欢喜，我也要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仰望伫你的手，恳求你带领引带，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启用，启用问题第30篇，诗篇121篇。我来启，请牧师来译。我仰头看山，我的帮助对倒位来？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顿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影，得保守你。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即时咱要做伙来读圣经，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4章第1节到49节。我来念一个故事互恁听。撒母耳记上卷17章。非利士人自己因的军兵要交战，自己伫属达密的高山，集营伫以弗达敏，伫山沟甲阿西加的中间。扫罗甲以色列人也自己集营伫以拉的山谷，排队伍抵敌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徛伫即边的山，以色列人徛伫迄边的山，中间有山谷。对非利士的营中有一个战将出来，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躯悬6丈，搁一粒，头戴铜盔，身穿有蓝的战甲，伊的战甲的铜有5000舍克勒的铜，大腿穿铜裙，镜头中背铜的架，枪柄大亲像布机的轴心，枪尾的铁有600克色勒的铜，有一个举盾牌会行伫伊的头前。伊徛地对以色列的军队喊，甲因讲：恁出来排队伍要啥事啊？我兼毋是非利士人，恁兼毋是扫罗的罗布嘛？恁中间拣一人，互伊落来我遮。伊若话甲我3台，杀死我，阮就要做恁的奴才；我若卡赢伊，杀死伊，恁就要做阮的奴才，服侍阮。迄个非利士人佫讲：我今仔日藐视以色列遮的军队，恁叫一人出来甲我3台。扫罗甲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遮的话，就真乱真惊。特别是犹大伯利恒以法塔人亚西的囝，亚西有8个囝。当扫罗的时，
亚西年岁多，伫人的中间算是老人。亚西遐个囝三个较时代会对扫罗去出征。去出征，迄三个囝大个名以利亚，第二阿比纳达，第三个沙马，大比是第一世。迄三个较时代的军队扫罗，大比往来伫扫罗的所在，伫伯利恒饲伊的老爸的羊。迄个非利士人早暗出来徛咧等，历过40日，亚西甲伊的囝大比讲。你着甲你遐个兄带烘的五角，伊一发甲即十块饼，紧紧去军营，互你遐个兄，搁带即10个牛奶饼送互因的千总，搁问你的兄平安无？带伊的证据来。扫罗甲大比三个兄甲以色列众人，伫以拉的山谷甲非利士人交战。大比透早起来，用羊群。放交一个固守的人，照亚西所命令伊的，带食物去。到排列车的所在，军兵拄着，出去到战场，话要交战。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拢排列队伍，两边的军队3队。大比用物件交代顾物件的人的手，行到战场，请安伊的兄，甲伊讲话时。看，迄个战将就是加提的非利士人，名哥利亚对非利士人的队伍出来。照前所讲的来讲，大比听见以色列众人看见迄人，就走闪伊，真在惊。以色列人讲：即个上来的人你有看到无？伊上来是要藐视以色列。若有人为杀死伊，王要互伊大好业。将伊的查某囝嫁伊，搁互伊老爸一家伫以色列中免纳税长车。大比问徛伫伊身边遐个人，有人杀死即个非利士人，洗除以色列的见效，要怎样款待伊啊？即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一罪，敢藐视永我上帝军队嘛？百姓照前的话应伊讲，若有人会杀死即人。要安尼款待伊，大比的大兄以利亚听见伊甲人伫讲话，以利亚受气，大比讲：你啥事落来遮？迄几只羊仔伫旷野内，你放狗一嘴。我知你骄傲，甲你心内歹，你落来不过是要看交战。大比讲：我有做啥物？敢是无应端嘛？大比就离开伊，去问别人。照前的话咧问，百姓照前的话来应伊。大比所讲的话已经互人听见，伊就讲伫扫罗的面前，扫罗就找人叫伊来。大比甲扫罗讲：人毋免为着迄人来试胆，你的路步要去，甲迄个非利士人交战。扫罗对大比讲：你袂去。抵得即个非利士人，甲伊交战，因为你的年岁还久少，伊对少年就学习战术。大比甲扫罗讲：你的老婆甲老爸各样的事，有使也是行来，对羊仔中，对羊群中甲羊仔去，我就击伊拍伊，救羊仔出伊的喙。伊起来要咬我，我就揪伊的喙下斗，拍死伊。你的萝卜捌拍死狮甲熊，即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也要亲像因的一只，因为伊藐视永我上帝的军队。大比阁讲：耶和华救我脱离狮的指甲，甲熊的爪，伊也要救我脱离即个非利士人的手。扫罗甲大比讲：你去啊，耶和华要甲你伫地。扫罗就用伊的军服。互大比穿，用铜的头盔互伊戴，搁互伊穿战甲。大比用刀下伫军服，试行看一，因为毋捌穿着。大比甲扫罗讲：穿遮个我行袂去，因为毋捌穿着。大比就腾起来，
伊手举拐仔，搁伫山坑仔捡五块光石的石卵，下伫地仔，就是各样的人所带的人，手提献石的锁仔，就行伫迄个非利士人。迄个非利士人也哪行伫大壁，哪行我大壁，光白的行伫伊的头前。迄个非利士人举起来看，看见大壁就看起伊，因为伊少岁，色伫面貌好看。迄个非利士人甲大壁讲：“我兼是狗嘛，你遮举拐仔来我遮。”非利士人就举家己的上帝咒抓大壁。迄个非利士人搁甲大壁讲：“你来我遮，我要用你的肉，互空中的飞鸟甲田野的野兽。”大壁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来我近我，是用刀、用枪、用架；我来我近你，是用万军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今仔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拍死你，抬你的头壳。今仔日我要将非利士军兵的身尸，互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互普天下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搁互遮个规群的人知耶和华救人，毋是用刀，也毋是用枪，因为交战的事在伫耶和华，伊要将恁交伫阮的手。迄个非利士人起来，进前近我要击大壁，大壁也赶紧行去，按军队要击非利士人。大壁伸手入地仔内，摕一块石仔出来，用锁下去，射伫非利士人的头额。石仔钉入头额，伊就倒落去，面趴伫地里。以上愿上帝祝福今仔听探伊的话的人，搁照安尼去行的。接下来，咱要请牧师来讲道。伊讲过的题目是：毋是用刀，也毋是用枪。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咱正要来亲近上帝的话。咱即时先来祈祷。即成的爸，阮欢喜聚集你的面头前来亲近你的话，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亲身教示，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嘛清楚阮家己的心，知影阮的境遇状况，想事气力，互阮会当将阮所明白的行做出来，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你来引带来带领，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为第17章的第1节到49节，这长，好多考牧师念甲拢流汗吼。考牧师咧念，你有各位兄弟，你有入去这个故事内面无？我们要进去这个故事里面吼。我定咧讲，咱若咧读圣经叙事的经文吼，故事的经文，咱得会当入去这个故事内面，毋是坐伫边啊，咱咧看人咧讲，听人咧讲故事，毋是。我们要进去吼，入去这个文本内面吼。今日讲到的是最有名的大壁甲一个巨人歌利亚的战争17章就开始写讲非利士人因组织因的军兵要交战要来甲以色列人相台这个撒母耳记上伊遮的故事咧写你若为头前读来，你会感觉一寡怪怪好像时序上跳来跳去，无毋对伊毋是完全照历史的时间排下来譬如这里17章甲头前的16章，其实伊的时间就无啥共款16章看起来是后面的代志后来的事情他只是要强调16章要强调那个
扫罗15、16章要强调扫罗出了问题了，那是一段落的故事。今日的17章是另外一个故事，伊安排伫遮伊的时间应该是伫15、16搁较头前的代志好，17章伊讲非利士人要来相争，要来竞争非利士人，伫犹太人的历史是一个传统的敌人伊是对来其实伫圣经内面对士师记的开始有记载非利士人他们是从哪里来其实记载的圣经对伊的出处无介济去看历史知影埃及最早就捌甲非利士人在相杀埃及人称他们为海上之民就是对海边爱琴海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是像那海盗这款的民族他占领地中海东南岸的平原所以因徛起的所在就是伫以色列人的西边以色列人的西边都是地中海的东南岸占据很多的重要的港口城市因这强会晓制造铁第4世纪的时阵以色列人佫袂晓用铁铸造铁这个对兵器很重要，所以非利士人拢最高相杀非利士人一直是以色列人很强大的敌人，一直到大卫做王了后较赢过非利士人若无大卫做王进前，非利士人拢一直咧欺负以色列人这是同款一样的情况，同款的这个情形非利士人因组织要来甲以色列人相杀伫遮嘛记载讲扫罗甲以色列人嘛组织才赢伫以拉的山谷你若看我有一个图，互你会看到因非利士人较挖地中海这边是以色列人要对峙要相杀遮伊就讲到讲非利士人的军营有一个将将出来，叫做歌利亚咱来看伊安怎介绍这个歌利亚伊讲伊是加特人非利士介重要的城市加特人伊的身高身高偌悬，伊讲有6肘搁一掠就是有6肘再加一个虎口若算起来那照安尼算起来是3公尺啦，3公尺，安尼这看到就遐尼悬的人3公尺，这个是所多玛经文伊的资料你若看70世纪本，我讲过就是以色列人拉比把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所多玛的圣经文翻译成希腊文的那个版本叫做70世纪本。70世纪本不是写6肘1虎口，以下4种4肘1虎口，算起来就是2公尺，2公尺也是很壮很高感觉起来比较合理不过咱的旧约是写，咱的所多玛经文是写3公尺啦3公尺啦安尼真正是足悬的因为圣经捌写着讲扫罗王嘛是一个足悬足水足勇健的人伊讲伊咧描写讲伊的身体伊的身躯比一般的民众悬一个头高一个头所以至少也有18几19几啦就是讲扫罗嘛是足悬的这厉害的人毋过甲歌利亚比起来哇差一开去他要描写的就是这个歌利亚这悬这大不只是安尼，伊咧介绍他的装备伊讲伊的头伫的迄个铜盔身躯穿的迄个战甲有5000舍客勒的重，算咧按照我们现在的算法，5000舍客勒算起来是57公斤，57公斤就是讲伊的战甲称咧57公斤，咁你知57公斤偌重
57公斤。啊，因为阮伫工地咧打工，背那个水泥哈，一袋水泥安尼扛的哦，50公斤哈，一袋水泥50公斤。啊，你若去食品行买那个面粉一大袋，哈，30公斤。哦，就是讲你大概想想看那个50公斤是多重，就是拢还未摕骨武器哦，战甲穿起来就57公斤在你身上了哈，57公斤哈。啊，伊的骹有护膝，啊，佮有介绍一个，伊讲两肩中间背负铜矛，伊是咧讲啥？伊讲伊的肩胛头中有背重的架，这个武器是拿来投掷的啦，啊，下面要讲的迄是剑，迄枪。枪是举伫手里咧烧台的吼，所以你就会知影吼，伊穿战甲啊，背迄个铜矛，吼，应该是1支而已吧，或是2、3支背吼。啊，即马个手举的是迄个枪吼，啊，迄个枪偌重？伊讲迄个枪的铁的头吼，它是600斯克勒，算起来6.8公斤。唔是讲规支秤6.8公斤，是那个头6.8公斤。伊咧介绍讲伊的秤那个木头偌大，伊讲吼那亲像吼宝龟的轴心吼轴心，这个是他们的织布机啦哈，织布机的轴心，意思也是很大很粗的意思啦哈。那个6.84公斤就是那个枪头哈，武器的那个。铁的部分6.84公斤是什么概念哦？我大概想一下哈。搁在你若用保特瓶汽水，咱讲2公升哈，2公升它是汽水哦。如果是水的话，2公升就是2公斤啊。毋过伊的汽水密度高一点，所以你若摕一个保特瓶的2公升，就差不多2公斤多一点啊，会较低哈，2公斤多一点。然后1瓶2公斤，3瓶就会是6公斤多一点，好，然后再加上0.8公斤，那就是这样算几瓶？3瓶保特瓶再加1瓶小的保特瓶好了，这是枪头，你去想迄偌重哈，这是枪头哈。啊，那枪柄搁加起来，那个柄会多重？想象一下好了哈，你知影一个棒球棒偌重？咱咧打拍野球，棒球棒哈。一般来讲，棒球棒就是1公斤，一个棒球棒1公斤，安尼摕起来海不是太轻哈，1公斤木头的。啊，你得想看没啊？它那个枪头得要6.8公斤。枪的身绝对不会少6.8公斤啊，因为迄枪是要摕来烧台的，枪头不会比木头重。如果你的柄太轻，枪头太重，你的耍不起来了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这个迄个摕起来枪的武器加起来，至少也15公斤啦，好，15公斤跑不掉。好，规身躯撑起来57公斤。再背那个矛，再拿那个枪，你就知影这个是一个真正是一个巨人一个巨人迄徛出来大家拢惊掉啊，徛出来大家拢惊掉他各位这今天的经文很长第1节到第49节，他用这么多的篇幅介绍这个歌利亚伊的偌大长伊的武器甲伊的那支铁我都讲，整个加起来15公斤，可能还低估伫古早中国有一个关公对，伊摕武器叫做青龙偃月刀，关公刀迄个关刀偌重，迄个历史记载讲82斤，82斤，不过迄个单位甲咱无共款啦
有啦，这合价算算咧，认为讲80个斤吼，啊，即马用咱的单位换算吼，差不多20几公斤哈，20公斤哈。所以你会当想啊，这关公都已经是古代的记载的武器，差不多上重的啦，哈，上重的。好，啊，那算起来20公斤啊，甲这个歌利亚的这个秤，我看嘛差不多哦，15公斤到20公斤中间哈，这是很重哈，这个去互安尼扫到吼，大概规拢无去啊吼。好。伊就是用遐长的篇幅来甲你介绍讲，这个歌利亚偌大张，吼偌勇敢，伊的武器偌惊人，吼。啊，即摆来，伊家己嘛知，吼，这个歌利亚，就开始讲啊，我兼毋是非利士人吼，我是非利士人啦，啊，恁遮吼是所罗的奴仆，我是非利士人。恁是所罗的奴仆，来，恁中间拣一人，互伊落来我遮，哈。伊若为到我烧台死我，阮要做恁的奴才。啊，我若较赢伊，杀死伊，恁就做阮的奴才，服侍阮。这个概念吼，听起来好像好奇怪，对不？好，要烧台看安尼，其实这个叫定钩机啦，哦，这个很。底下的古代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哈。我说过了，人类社会到18世纪以后，靠个人主义出现，个人主义哈兴起哈，才会去强调个人的主义。按个底古代的想法不是个人主义，它是用代表的观念，代表什么意思？两国的烧台，讲这两国烧战争，不是两国的人民拢去烧台对不？不是嘛？两国的人派啥货？派因的军队嘛，吼，所以你就知影军队代表这个国家去烧台，台赢就是这个国家赢，台输就是这个国家输，吼，这个就是代表的概念，吼。即摆毋是讲我派军队甲你烧台，啊，这军队台输，我后壁讲我无输，无算，不是这个样子吼。这个军队的代表这个国家去烧台，吼。所以你若安尼来了解的话，安尼来理解菲利士歌利亚在讲的话，你就了解啊吼。当两个军队对峙在烧台的时阵，歌利亚讲毋免拢总台啦，我代表非利士人，恁以色列人嘛派一个人代表恁，吼，我两个人定钩机，吼，两个人打架，我若赢，恁全部的人做我的奴仆。啊！你若赢我，杀死我，阮全部非利士人做你的奴仆，这个就是代表的观念。各位同学，好，我再强调一次，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很平常的想法，代表，好，代表，好啊，这对圣经嘛最重要。我讲过，跳出去讲哈，我讲过，讲亚当夏娃、阿东夏娃，吼，伊是人类的祖先。因代表所有的人类，所以当亚当犯罪得罪上帝，甲上帝的关系切断，这毋是亚当一个人的代志尔，因为伊代表所有的人，所以当亚当甲上帝的关系去互切断去了后，煞变做所有的伊的后代，所有的人类拢甲上帝的关系拢脱离去啊，因为伊做代表。啊！上帝要提出伊救赎人的计划，嘛是用这个代表的观念，吼，就是讲亚当是所有人类的代表，亚当甲上帝的关系断去，所有的人的甲上帝关系嘛断去。即马上帝的救赎的方法，就是上帝要找另外一个人来代表所有的人，也是要代表要互上帝要甲上帝和好的人，这个人。那赢过死亡，赢过罪，甲上帝关系和好起来，安尼所有的人，互伊代表的所有的人，嘛甲上帝的关系和好起来。吼，我安尼讲你有清楚嘛？吼，这是代表的观念。吼，所以因为亚当代表所有的人，所以亚当甲上帝的关系断去了后，所有的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断去。这时
耶稣基督，伊若代表你，代表基督徒，代表所有要甲上帝好好的人。耶稣基督，伊若赢过罪，赢过死亡，伊甲上帝的关系好好。安尼，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要互耶稣基督代表的人，嘛会当甲上帝恢复关系。这是一样代表的观念。我是刚好借这个机会各讲一解。就是这个非利士人，这个歌利亚巨人，伊伫遐呛声讲：好，来，咱来定钩机啦！吼，唔免规个人抬落，吼，这个规个人抬落，吼，这个流血成河，我们1对1，我若赢，我抬死恁的代表，恁的所有的人做阮非利士人的奴仆。啊，我若输，我若互恁的代表抬死，阮非利士人的做恁的奴仆。我这个是很公平的概念哈，代表，好，哎底下哗底下呛声，什么人敢出来？无人敢出来哈，没有人敢出来哈。非利士人这边拢点底下听，无人敢出来哈。啊，因为真正惊吓哈，圣经讲因这惊哈。好，这个是战场的概念的状况哈，对峙在那里唔敢出来哈。好，今麦12节的开始介绍代笔啊。这头前就有写着代笔啊，哈，16章遐就拢讲着代笔已经去精选哈，要代替扫罗王啊，伊拢写着哈。啊，不过我在讲这个时序17章是更早的事件，好，伊讲，这的介绍代笔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囝哈，伊讲耶西有8个囝，当所落的是耶西年岁多。伫人的中间是老人，吼，啊耶西有3个较大的囝，是跟缀扫罗去战争，吼，啊大笔是第8个囝，上尾一个吼，第8个囝，伊是伫厝里咧顾羊，吼，牧羊，吼，啊伫遮呢，亚西吼，就甲伊的囝大笔讲，你着互你遐个兄弟吼，因咧做兵嘛。你得摕一寡吼饼，就是面包啦吼，摕紧去迄个军营吼，互你的兄弟吼，啊，搁带10个牛连饼吼，互因的千总吼，就是千夫长吼，就是因军官啦吼，乌一个吼，你拿好的饼干给面包给他啊，请他们照顾你哥哥啦，意思就是安尼，这个。台湾有在做兵的时代吼，安尼讲大家拢知我咧讲啥吼，啊，伊就去啊吼，啊，就记载讲，好多迄个课本书拢念过啊吼，我们就不再细细的去看这个经文哈。其实我今日要甲选这段经文，遐尼长吼，没有少念，要互咱的兄弟知影一个观念，它那么长的一个经文的铺陈。其实你要注意哈，这样一共几节？1到49节。这个事件叫做歌利亚啊，大卫打败歌利亚这个事件，遐尼长啊，其实咧记载讲大卫甲歌利亚相台只有1节，啊，他打赢歌利亚的这个经文只有1节，才几句话而已。你若要念，你就对49节开始念讲，大卫伸手入地啊来摕一块石仔出来，用索献出去，射着非利士人的头壳，石头钉入头额，伊就倒落去，面趴伫地里，结束了。跟他说，1到49节，遐尼长哦，啊，讲到小台就1节。这若拍电影，毋是安尼拍，你知道？这若拍电影的时阵吼，歌利亚加迄个大比小台，我看至少要打个3分钟吧。他即马一定拍片的时阵，拍歌利亚安尼拍大比抬袂着吼，因为伤大长吼，比较不灵活，佮穿遐重大比连闪来闪去，走来走去吼，啊，最后才拿出伊的迄个献石头的物件，安尼献落，这个一定要打好几分钟嘛。
啊，结果伫遮一句话就甲你解说了啊。你会发现，伊的重点是咧讲啥？就是请你长的经文，伊咧记载大卫杀赢歌利亚这个巨人。其实重点毋是咧讲伊安怎杀的呢？伊重点是头前才会铺陈，伊的重点是伫对过向，即咱读圣经仔去思考这个代志。哦，好，回到这里，就是大卫来的听着啊，哈。20节，咱来为20节来看好啊。伊讲大卫来透早来，用羊群甲羊群放交一个固守的吼，交代别人吼。啊，伊然啊，就照因爸爸的命令，吼，带食米啊去到迄个军队排列的所在，吼。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拢排列，拢徛对面相对吼。啊，大卫就用这物件，啊，就互讲较轻重啊，啥就去吼。啊，即摆来，伊行到战场，啊，就去请安，去找因哥哥，吼，去请安吼。啊，就以色列人听去以色列人咧讲，哇，即个人吼来吼，你有看见无？伊来是要藐视以色列人，以色列吼，若有人为杀死伊，王要互伊大好嘢，吼，就是如果有人会当杀死这个歌利亚以色列人，会当杀死歌利亚。扫罗王要互伊大好嘢啦，吼，要互伊钱，啊，佮将伊的查某囝嫁伊，吼，哇，这件是好代志，吼，这个听了大卫一定要听的，吼，你就变成王的女婿了，吼，啊，佮伊老爸一家甲伫以色列中拢免纳税，拢唔免佮当差，吼，就可以免去公民的这些责任的啦，吼，啊，大卫就问，哦，哇，有人杀死这个非利士人。洗除以色列人会见效，啊，要怎样款待伊啊？这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一罪，是啥物人？伊敢伫遮藐视永活上帝的军队吗？背是较前的话的应义，就头拄讲的这话吼。若有人会杀死这人，吼，要安尼对款待伊，吼，就是扫罗王所讲的吼，就是要互伊大好嘢，吼。第一项，啊，要甲伊的查某囝嫁互伊。啊，来因全家都唔免搁缴税啊，哈，这些东西都可以免除哈，哦，这个很重要的赏赐哈，哦，所以这大卫的一直问经文你就听到大卫一直问哈，啊，今嘛28节注意看，这里要给你一点点暗示，大卫是的处理是受到什么样子的对待哈，以利亚就是大卫的大兄。生气大卫，你啥事落来遮哈？你是来遮创啥物货哦？你无伫厝里伫顾样啊？你走来遮战场，你是来遮创啥吼？大家骂吼，啊，遐样啊是交啥物人？吼，注意听下面，伊讲我知，因哥哥哦，我知你骄傲，甲你心内的歹，你落来不过是要看。高警哈，这个是跟大卫这亲近的人讲的话哈，你要听进去，这是他大哥讲的话。大哥哈，他的3个哥哥3个兄，阿兄拢去扫罗的军队咧做兵哈。他说哈，我知影你的骄傲，啊，大卫是咧骄傲啥？等者会讲到。我知影你的骄傲，吼，啊，甲你心内会歹哦。伊哥哥认为大卫心内有歹的主意，吼，啊，毋过你要知影，这个是他哥哥的看法，哈。我说过了，哈，你若伫叙事文伫这故事内面，吼，什么人讲的话较有胜效？叙事者，对不对？哈，叙事者讲说这个是好人，啊，就是好人。叙事者讲这里歹人，哦。啊，毋过这毋是叙事者讲的，这是。大卫的哥哥讲的吼，做参考就好。我知影你的骄傲吼，甲你心内歹，你来遮吼，当然是要来看交战的啦，哈，是来看热闹的、看战争的啦。安尼是安怎有歹？其实你可以想，为什么他会说大卫骄傲？好，等一个大卫会甲扫罗王一寡对话，你就知影是安怎因哥哥讲伊骄傲吼。啊，伊心内歹是咧讲啥物话吼？
这个可以再思考一下，我们后面再来讲。好，大比讲，我有做啥物无？我无做啥物货啊？你只是咧骂啥物货？你看安尼甲我讲，吼，就李慧英哥哥，就搁去别人搁问清楚，他就跑去别人清楚到底如果我打赢了会有什么安尼款待。所以你要知道哦，大比是很有把握的哦，他到处去问哦，伊毋是讲偶尔听到说好，毋是，伊问清楚，这人安尼讲，这人安尼讲无，安尼四界去问，伊就是要清楚是毋是真实有这个奖赏。有人会当抬赢抬死这个歌利亚，是毋是王所罗王要互我大好嘢，要互这人大好嘢？要搁将因的公主呢，王的查某囝嫁互伊，了因全家所有的这些税都可以免除，都可以免除这一些公民的责任，一系给去问，他是很积极的在问这些事情，所以因为一系给问，所以30节才会讲安尼讲嘛，讲。大比所讲的话已经互人听见，大比较有讲什么话？头前拢无安尼讲嘛。毋过你就可以想象，大比一点细节在问这件代志，然后大概呈现出说，我很有兴趣。所以才有31节讲，大比所讲的话已经互听见，因就讲伫所罗的面头前。所以安尼记载，各位看这，我们可以真正会当推论，大比。伫这人的面头前，他有呈现出伊这积极想要去甲歌利亚相谈的这款的意愿，所以才有人会甲伊的话讲互扫罗知，扫罗就找人来叫伊，大比就甲扫罗讲，咱毋免为着迄个人来试打，免惊伊啦，你的罗卜要去伫迄个非利士人。交战，我要去，我要去跟他打战。扫罗就对大比讲：你唔通去啊，你袂使去，因为你的年岁还阁少，你太年轻了，太年少了。毋过这个伊对少年，伊讲歌利亚对少年的学习证书。才有一个对比，爱互你看一下非利士人这个歌利亚开始出来叫顶的时阵，他出来校正的时候，伊讲我是非利士人，恁遮是扫罗的奴仆，派一个人出来跟我交战。这就是一个外邦人他看到的现象，他看到的是我是以色列，我是非利士人，恁是以色列人，恁遮以色列人拢是上的奴仆。是扫罗王的奴仆，这个没有错，这个很正常的观察。毋过大比伊家己安怎看伊家己？大比伊看法是讲，这人是啥物人啊？伊开来甲咱永远我上帝的军队，他看自己是耶和华上帝的军队。当然没有错啦。伊伫扫罗的王面头前嘛承认讲，我是你的奴仆，扫罗的王。所以如果扫罗王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当然是扫罗的奴仆嘛，同款是上帝的奴仆。毋过若扫罗王离开上帝，安尼扫罗的奴仆就无一定甲上帝的奴仆有关系啊。其实这一段经文。其实已经在呈现这个概念出来，就是讲16章头前15章、16章已经在告诉你，其实扫罗王伊渐渐离开上帝，无在听上帝的话啊，已经不服从上帝啊。毋过只有一个在后头要讲的，这个定国记的时阵，这个歌利亚伊的概念就是，我代表非利士人，恁代表扫罗的奴仆。这个时阵你就知影。大比有一个更较深、更较无共款的概念，就是我代表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伊讲我要去，我要去。扫罗王讲你无法度啦，你伤细汉，你无法度。
虽然歌利亚对细汉学习证书，小台，毋过代笔的，不要把大卫想成是瘦瘦弱弱、白白净净，安尼在家里都老幺被最宠，没有。歌利亚对细汉学习证书，代笔对细汉学习牧羊，顾羊啊，顾羊有啥物稀奇？你若看伊甲扫罗王讲的，伊安怎讲你知无？伊讲代笔甲扫罗讲，你的萝卜，你的萝卜，甲老爸顾羊的时，有狮也是熊来，有狮子诶，有熊来诶，伊会去羊群内面教羊仔囝，去教羊啊，我就接伊，我追他们。拍伊，救羊仔出伊的喙，伊起来讲我就救伊的喙下道，拍死伊拉他的下颚把他打死，他在讲的不是野狗，他不是说他跟野狗在打架，甚至不是跟狼，他讲的是什么？狮呢？狮子跟熊，这个不成比例咱个代笔的意思是讲，我咧顾羊的时阵我的对敌是狮甲熊我拢袂惊，我不止袂惊，我甲因拍死所以来，歌利亚对细汉开始的学习战争，毋过代笔无注意啦，代笔的意思是讲，我自细汉顾羊我杀的是狮啊、狮子甲熊。回到前面，是安怎伊迄个哥哥会安尼讲伊，你知无？我知影你会骄傲，甲你心会歹。这个哥哥很可爱他这样骂他的弟弟我知影你会骄傲，你心会歹，表示代笔底下讲的不是吹牛啦，代笔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甲狮啊、甲熊对抗个袂输抬死狮子跟熊，这个太离谱了。武松打虎就大家想是那个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武松是喝醉酒才有这个勇大代笔伊是清醒的时阵甲狮甲熊对抗无惊吓以外，佮甲因拍死所以不是他在吹牛，因为连因哥哥嘛讲你骄傲代笔一定世界咧讲伊最厉害你会骄傲甲你会歹。就是因哥哥看得出来，代笔是来干什么的啦？他是想来干什么所以讲你的心会歹。代笔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代笔是一个介有野心，那么少年的介有野心，介知影伊咧创啥的你真的不要把大卫想成呆呆的我来讲，代笔王是规划内面上歹的人最邪恶的人。好，伊就讲你的萝卜。把拍死狮甲熊这个未受割的非利士人，嘛要亲像因的一只，因为伊藐视耶和华上帝的军队。注意这里大卫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伊的定位，伊是耶和华上帝的军队伊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军队，伊不只是扫罗王的萝卜那尔伫非利士人当中看到无耶和华上帝。因看到是扫罗王的萝卜，代笔你这要讲的，我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军队代笔佫讲，耶和华伊若救我脱离狮的爪甲熊的爪爪伊嘛要救我脱离迄个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就甲代笔讲安尼遐厉害好，你去，耶和华要甲你伫地我若是扫罗，我嘛安尼讲，好啦，去。死道友，莫死贫道，你要去好。毋过扫罗甲伊的军服，互代笔穿，同款用铜的头盔，互伊戴你要知道这个武器的眼镜用铜当武器，还是这是比较早的，因为铜较嫩，铜比较软你必须能够制造铁然后又选铁的是。你要能够铸造，你有铸造的技术，无同款的矿石，甲无同款的
怕这会融在一起，可以让制造比较坚固、会当较来的武器。可是用铜当武器也是比较古早落伍的。你就想，铜做的刀跟铁做的刀相抬，迄刀一定断去的嘛。铜做的刀一定断掉的哈，所以它削铁如泥哈，削铜如泥哈，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哈。好，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人的武器哈，一定是比较落伍的哈。好，铜的头盔互伊戴咧，啊，搁互伊穿剑甲，啊，代笔用刀啊下伫军服，全部穿好了，代笔煞袂当动啊哈，就走不动了，就想象哈，完全不能动哈。所以代笔讲哇，袂使。穿遮吼，我行袂去啊，我走不动了，我唔捌行吼，所以代笔就拢脱了，脱起来。好，伊的手牙关啊，就是牧羊的迄个关啊，他比较熟悉的。啊，搁伫山坑啊，经5粒较光滑的石头，哦，石软石头，啊，下伫伊的底啊，吼，伊讲这里有该水，供应人拢有迄种底啊，迄种卵吼。囊袋哈，在随身带着，啊，个手提细石的梭啊，细石的梭啊，这个翻译就非常好。你哪看和修的翻译，华语的翻译叫做什么？投石机旋，讲安那亲像一个机器，不是啦哈，它的构造介简单，就是一条梭啊，中间哈。是一块布或是皮，哦，布或皮，啊边啊白色啊，你就想象弹弓，可是那2条有弹力的那个橡皮管换成绳子，安尼讲有了解无？咱弹弓架咧，安尼会当扭对无？哈，啊你抓的地方就是一块布嘛，或是皮，啊把迄个石头放底下，安尼扭，啊不过它没有。代笔这类迄2条不是橡胶，不是有弹力的，就是2个绳子，2根绳子，好，2根绳子啊绑一个石头，啊这边这样呢，咱弹弓是有弹力，哎，咱把石头弹射出去，哦，迄只强诶，吼，啊个保罗，代笔这是啥？代笔这是一样的构造，只是它的橡胶换成石头，一般的绳子。绑住一块皮或是布，那个布中间就可以包着石头，会当包迄个石头。啊，这边那抬，这开始你的2条绳啊扭咧，石头伫遮，啊开始旋，哦甩，圆形，甩到最极致的时候，上紧的时阵放1条绳啊，哦，你本来是手摕2条绳啊，开始当安尼旋，对吧？安尼放1条绳啊的时阵，迄个石头就会出去啊，哈。啊，这个这准的啦，要常常练习才有可能甩到一半，放几条绳啊时阵，那个石头会照出去，因为就离开了嘛。一条绳子放开的时候，就这个离心力的把那个石头甩出去，这是根本就是很阳春的武器，好不好？很阳春的武器，伊就摕咧，所以伊也无刀啊，无剑，拢无。敢若摕一个细石头的绳啊，啊，甲伊的管下去啊，迄个非利士人也哪行吼，啊，挖大兵吼，慢慢的走到大卫前面，伊的官牌行伫伊的头前，就是讲盾牌吼，他已经全身太重了，他都要摕秤，佮摕迄个矛。他的盾牌要有一个人替伊扛，拿盾牌的走在他前面，伊看大笔，看清大笔，因为伊少年面色直赤，脸还红红的，面貌好看，看起来就不是军人，看起来就是读书人，安尼小小的迄个非利士人就甲大笔讲，我剑是狗啊嘛，你摕管啊要创啥？你就知道已经是轻视他，开始在开玩笑了非利士人自己
的上帝开始诅咒大卫、咒骂大卫吼。迄个非利士人甲大卫讲：你来我遮，我要用你的肉，互空中的飞鸟甲残野的野兽食吼。等于我等下杀死你的意思啦。大卫对迄个非利士人讲：你来滚我是用刀、用枪、用剑、用钱、枪吼，甲用计。战绩哈，我说的投射的哈，我来克我棍你是用耶和华万军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今日耶和华要将你交伫我的手，我要拍死你，抬你的头壳。今日我要将非利士军兵的身尸，要互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和普天下的人拢知，以色列有上帝。你就要注意听他们的对话哦。大卫是比较狠的，今日这个歌利亚跟他讲什么话？我要抬死你，好，你的身躯吼，要互空中的飞鸟来食，要互这个山中的野兽来食。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是很，在我来讲。讲起来是很正派的人，安怎？头前伊先讲啊嘛，咱两边的军队毋免相杀，定高起就好，一个甲一个相杀就好，赢的拢退，赢的拢总退，没有要两军对打啦。啊，毋过遮大卫是咧讲啥？大卫毋是讲我要甲你抬死，要互你的尸体，互空中的飞鸟来食。毋是，大卫是讲啥？今仔日我要将非利士军兵的身尸，和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来食。我不是要杀你而已，我今天要让你们非利士人横尸遍野。谁比较狠？大卫较强哦。歌利亚跟他讲，来一个到我顶高去，那会当抬死我。阮非利士人，互恁做奴仆，啊！那恁迄个代表，互我抬死，恁所有人做阮非利士人奴仆，这个在当时是很正常的讲法。大卫耍赖啊！大卫王要讲的是，我今天不只要杀你，我要抬死恁遮的非利士遮的军队，拢总抬，好，所以迄个非利士起来，滚我要滚我赢子，要甲迄个大卫相抬，这嘛描写大卫赶紧走去，军队要接非利士人哈。大卫伸手，头拄讲伊的石头放伫伊的地啊，伸手摕地啊，甲迄个献石的色摕出来，就一石一颗，没有4打2、3颗，就第一颗就射入去非利士人的头额。石头伊的描写是石头，迄个石啊沉进去头壳内面，就表示这个多强哈。它头前讲它是光滑的石头，所以不是有尖尖的、有利的，不是，它就光滑的石头。迄光滑的石头会当打进额头，会当拍入去，个顶入去，等于是打破你的头壳。跟下这你要知道哈。人身体最硬的地方是哪里吗？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用这里去撞，这里是最硬的地方，最硬的地方去有大卫的石头是圆的、光滑的石头打破石头顶入去，你就知道大卫多强他是很强的。你不要把大卫当作是一个文弱书生，这个是有受训的人哈，是有练过的有练家子过的，他才敢打他一个石头就把非利士人的巨人将士歌利亚打死了哈。跟他这样讲那他头前遐尼长，结果小台敢若一截头前对话遐济。小台几大，这拍电影一点拍较巧气，这无人要看。这种剧情拍电影无人要看。
你电影拍电影一定是哇战争场面哇一定抬到密密麻麻，才好看。所以重点不是这里，重点不是小台啊，重点要甲你讲啥？看这大比台西歌利亚绝对不是神迹，不是神迹啦。大卫的石头可以打进去歌利亚的额头，沉进去，这不是神迹，这是要跟你讲，大卫是有受训练、有战斗能力的，是很强的。他有受过训练，他是有战斗能力的。所以你看他头前的四个在问清楚。我若真正去甲迄个歌利亚台甲台视，会有什么款的款待？他到处问清楚，有十足的把握。其实他的把握嘛，建立伫这个歌利亚伤过大意，伊勇强伊家己这大长，所以勇健，伊的武器这厉害。他仗势的是这个，所以他会大意。你看大卫，伊连战甲都不穿，他就是一个阳春的战士。这样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游击战胜过正规军队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啦。你看怎样伫当初美国跟英国在相争的时阵，美国的军队怎么敢跟英国打？你要怎样？英国的军队，红山的这些军队是怕骗世界没有敌手的，大概只有在非洲打过败仗。看你强的军队，美国当然也是从英国学的啊。美国这军官当然嘛是学英国的这一套啊。不过各位你去看他们的战争战事的记录。当美国伊用传统的战法跟英国拍拢输，你打不过正规的嘛？是打到后来开始有游击的战法，开始有不同的战法，才渐渐赢过来。再当然加上法国的军队了。意思是讲你拍不赢这个正规军呐，你用原本传统的打法，你拍不过大卫。你若想象大卫嘛，穿一个战甲。57公斤，摕一个枪，20公斤，跟歌利亚1对1对打，安尼一个人2-3下一点怕死。可是大卫不是，大卫用伊家己的方法，他不是照正规的战斗的方式，伊是用伊家己以台西台西行的方法，伊来小台，这样子。不要把它当作神机，大卫用伊家己无同款的方法去小台，靠法度弹赢歌利亚。伊若用战争的方法跟歌利亚小台，就是战场上给死一个人尔，多死了一个菲利斯的军队的阿兵哥而已。伊用无同款的方法去台，所以这是有智慧的。所以这大卫伊台死歌利亚。伊是有训练，他有战斗力量，伊个有勇气。我说过了，圣经描写扫罗王嘛比一般人悬一粒头，也是雄壮威武的。不过连扫罗王迄个时阵看到歌利亚嘛是惊甲拢无胆气啊。大卫他是受训 well prepared， 伊是受训有战斗能力，会当小台的人，伊个有勇气啊。这介重要，伊个有勇气，伊个有智慧，用伊家己有利的方式去小台，伊毋是勉强伊家己去穿正式的军装去小台，伊是用伊家己有利的方法去小台。所以你来去想一下，这毋是神迹，这毋是上帝亲身出手，帮助大卫。去台，特别是 well prepared、well trained， 是好受过训练，有战争的能力，有战斗的能力。来，伊是安那？伊是有勇气的人，
他是有勇气的人，这个虽然对方做勇敢，唔惊，会惊，唔过爱做应该爱做的代志，伊是勇敢的人。第三，伊是有智慧的人，伊无爱遵循正传统的方式去打，伊要跟伊家己上有利有利，家己上最有利的方式去打，他有十足的把握。毋过各位兄弟，伊说甲这一切，拢讲啥物话？这是耶和华上帝的气力，因为伊讲耶和华上帝，我是用耶和华军队的名，唔是用刀，也唔是用枪，我不是用刀，不是用枪，等于是讲，这个我讲过。我要 train， 我要 prepare， 这个受训练、受准备、有准备的一个战术，这个勇敢的战术，有智慧的这个战术，这个大卫，伊甲一切阳光甲一切的原因拢归于耶和华上帝。看下这讲到，今日讲到的第八条，不是用枪，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唔是咧，真正咧讲刀啊，甲枪这个概念。伊要讲的是，唔是用人的武器甲你相杀人尔啦。我今日要杀赢你，是靠耶和华上帝。敢是一个文弱书生，手拢无摕啥物件，徛伫歌利亚面头前祈祷，即马歌利亚就倒咧。唔是安尼。伊家己嘛要受训练，伊嘛要有勇气。嘛要有智慧，会当用伊家己所有一切的资源甲训练，去对付这个巨人歌利亚。他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准备，干那底下祈祷上帝来甲拍赢，不是。伊挖靠上帝，有出力无？有出伊的训练无？这可能伊这款的训练，可能是从小到大十几年。迄石头的训练，靠法度拍遐准，拍准更无效，迄个力量还可以打进额头里面，那知道多少的训练，靠有这款的气力。等于讲，伊进前所有的训练，无论是体力、伊的肌肉、肌力，还是伊的准确度，所有的训练拢要用伫即工。甲歌利亚巨人相杀，若无头前遐训练，大比嘛袂徛出来。所以讲下这，当大比咧讲的，我靠的是耶和华上帝，甲你相杀。你讲即句话的意思，并毋是代表讲伊家己拢毋免训练，拢毋免出力，拢毋免想过，拢毋免有啥物的准备。敢若话一句，我靠耶和华上帝，我就要赢。毋是安尼，各位兄弟，咱基督徒毋是安尼过日子的。咱每一工嘛，着照起工过日子，训练咱家己，准备咱家己，好好啊来提升咱家己各方面的气力。因为有一工，咱嘛会去拄着歌利亚。你若是一个有完全准备、受训练的人。你若是一个知影家己在创啥物货的人，当迄天来的时阵，你就会甲大比同款，四个去问清楚。我若拍赢要安怎？有啥物款待？因为你是 well prepared and well trained， 你拢准备好势啊。你若甲其他一些人同款，看到你就戆去啊，你就倒落，你就惊去啊。你嘛可能进前无遐个训练。无遐个准备，伫遐敢若会当静坐伫遐，去互骂，去互踢笑。但是无共款的所在，毋是伊会晓画，我要靠上帝，毋是，这大家拢嘛会晓画，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嘛会晓画。我是要靠耶和华上帝，万军耶和华上帝，拢会晓画。毋过特别是一个有受训练、有已经准备好势、有勇气的人，佮知影去思考。
安怎用上有利的方法去烧钱的人，啊，佮谦卑知影甲这一切，拢是知影甲这一切拢应跟上帝，把这一切都归荣耀给上帝。那伊知影清楚，那无耶和华上帝，伊这一切准备、训练、伊的勇气、伊的智慧，拢会空，拢嘛无路用，拢会无效。上重要，伊知影耶和华上帝甲伊伫地，所以当伊甲狮咧烧台、甲熊咧烧台的时阵、烧钱的时阵，伊嘛是讲耶和华甲这交伫我的手，今日嘛要甲你、哥利亚交伫我的手。所以伫台北，伊一路行来，伊拢做清楚，伊是受上帝耶和华上帝保护的。啊，伊知影伊是受耶和华上帝保护，并无因此，伊无训练家己，伊无去学习家己，无。伊有按照起工训练、准备、思考，有智慧、有勇气，拢照安尼咧行，才有可能。伫迄个时阵来的时阵，伊真做上帝的奴仆，去真做去行上帝的事。各位兄弟，咱是毋是安尼好来准备咱家己？毋茫，咱拢会当来学习台北，甲伊共款。咱知咱是倚靠耶和华上帝，啊，毋过咱犹原爱有好的准备，有好的训练，啊有勇气，啊有智慧。知影用什么是上对家己上有利的方法去面对咱的挑战，毋是照大家的想法，毋是照传统的想法，毋是照大家安怎做安怎讲，你就照人的意思，毋是你要观察什么是对你上有利、上适合的方法去修正。看下这，伫咱即马同款，所有的人拢伫武汉肺炎、中国这个病毒的威胁里面，我常常安尼讲啊，中国病毒、中国肺炎，大家拢做惊吓，咱拢知影，咱受耶和华上帝的保护，啊，毋过咱嘛爱受这个今日的故事的提醒，咱犹原爱有好的准备，咱犹原爱有好的训练，咱犹原爱有勇气。要有智慧，伫即款的威胁下面，咱即阵基督徒上帝国的百姓，咱要表现甲其他人无共款。咱毋爱甲遮个人安尼，逐工伫遐埋怨，伫骂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安尼骂甲迄个某一个市长共款，伫每天伫骂。没有疫苗，咱毋免，各位兄弟，咱甲咱家己准备好势，咱甲咱家己训练好势，咱爱有勇气去面对，咱有智慧去思考，毋是照即个其他人凊彩黑白母。迄个时到的时阵，咱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要互上帝的旨意伫地呢，亲像伫天呢。咱这个倚靠耶和华上帝的气力的人，咱得随时准备好咱家己。毋茫，虽然咱伫即款的威胁下面，犹原会当好好过日子，因为咱知，咱是倚靠耶和华上帝，啊，因为咱知，咱是有受训练、有好的准备、有勇气、有智慧。会祈祷到，咱同心来祈祷。即阵个病，阮真正是拄着介大的艰难，伫即个病毒的威胁下面，搁爱承受最做奇怪的台湾人，逐工不断地埋怨、笑骂。在怪别人，啊！我要互阮的心安静，互阮有一个温柔、谦逊的心，
一个感恩的心，尤其是伫即款受威胁的时阵，互阮的心清澈，互阮不只是有勇敢，嘛有智慧，互阮知影，即个社会犹原有侪侪善良的人，有侪侪毋是用喙咧骂别人，咧甩锅，咧推卸责任的人，互阮会当心有平安，照起工过日子，互阮会当好好保护阮家己，随时准备来照顾阮身躯边的人。就愈是即款无平安、会惊吓的时刻，阿爸爸帮助阮这基督徒，就愈要甲你对天顶来的平安、福气、稳定分享出去，互四周围的人看到上帝你的百姓是啥物款的自在、安然的过日子，而且同心祈祷，虽然未看见，毋过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做伙来唱回应的圣诗570首，主上帝，我坚固招伴。这是咱要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句，经句伫撒母耳记上卷17章第47节，我来读。佮互遮个规定的人知耶和华救人，毋是用刀，也毋是用枪，因为高前的事在伫耶和华。我佮读一遍。佮要互遮个规定的人知耶和华救人，毋是用刀，也毋是用枪，因为高前的事在伫耶和华。中文我来念一遍。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时我要来报告，疫情的期间，咱那个延续到伫6月28号，所以这段期间嘛，请咱伫厝里也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真欢喜会当伫每一礼拜有同工会协助，咱会当伫线上做伙相甲来主旨敬拜上帝。
愿上帝的圣神甲伊的国度也保守咱的性命。也邀请伊遐弟姊妹将你周间的相片，还是讲你礼拜时的相片，会当分享来伫教会，还是伫互牧师，还是互干事，阮通互同工做伙将大家的相片集合起来，会当做伙透过相片来孝念咱彼此。伫台北市、双北市疫苗嘛开始开打，咱嘛伫望有注射的兄弟姊妹，恁的身躯嘛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拢会当平安。若是有生活是经济顶面有啥物款的问题，也欢迎敲电话来到教会，还是甲牧师来指教，阮会当做伙来想办法。搁一遍，伫个真中间，也望上帝平安，甲咱所有人三甲伫地。这是咱要来唱上用的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因是说，咱要请牧师来祝祷。咱来领受对天顶来的福气。恁着知，恁是耶和华上帝亲身的拣选，是耶稣的宝血所赎回拯救的性命。伫这个世上，恁着好好准备家己。训练家己，伫耶和华上帝所指定的时间，你要真做伊的奴仆，真做伊的军人，显明伊的旨意，要互伊旨意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充满安慰，要甲恁众人伫地，尤其是甲正心无平安、身体欠的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过来。阿门。
今日礼拜到这结束。